咱大家看这个经文就知啦。可是呢，因为咱拢知影，为了六祖你是了五祖的身份了后，当然呢，形成了南分甲北降，所以呢，才有了南北分化这个情况。但是当然呢，因为伫南北分化当中呢，南分为除了六祖为灵上师，那北降嘛就除了神秀大师而所一个教导。而伫这当中呢，因为五祖传这个心法，甚至传了过去祖师所留的这个遗文，作为了第六代祖师的这个编辑，予了这个六祖归大师。可是呢，因为神秀大师呢，得到了五祖的这个心法，得到了伊的这个遗文，作为了信条，所以因此伫了这个北疆呢，也是神秀大师一期内所有的这个信徒，所有的这个道人呢，拢依照了神秀大师全力为之第六代祖师。当然，这个第六代祖师，神秀的第六代祖师是无天命文统，而且是比的文化，参与伫咧修道的兄弟姊妹甲尊谦的。所以伫这个经文当中，咱就当了解。而呢，伫这个过程呢，因为一寡这信徒啊，甲这道人呢，本学到了六祖慧能大师得到五祖的心法甲身份，所以呢，咱伫行游顶的时阵，就已经拢有了这个过程啊，大家拢了解。所以为了这个疑问，为了这个身份呢，就咧讲六祖呢，闪了15年。甲讲都栽撇掉，到尾啊，伫8月25年呢，做着了迄种真正去体悟到生死大事的这个过程，所以到尾啊，才来出家，才叫出家教，这就是咱伫行经当中知影。所以伫这个南分北降两边的这个分化了后呢，当然伫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一段。重点在了，互他牵入了3项来传给大家做一个检讨。因为若要这照本文一字一字、一句一句来解说吼，可能较唔免安怎讲呢？因为这是一种这个平常祭天，伊还未出家时阵，要来迎娶祖师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为什么爱平常会要来祭祀祖师呢？若要甲讲呢，天窗也是受了所有的信徒甲兄弟姊妹的鼓励。因为啥？这神秀大师的门徒，伊的信徒呢，本学着了六祖，得到了五祖的生活甲遗文，所以亲自第六代祖师，所以心怀迄个本意，所以才鼓励着了这个天窗，这个启示着了六祖。可是呢，为什么这种道义，这种信徒？所需要了形象，要来启示六祖呢？当然，若要甲讲呢，就是因为这种信徒不明天意，并无了解天意的这个天上天的这个重义。因为呢，天意是爱归到了六祖慧能上师，所以这有关系了道统天命的这个成就。咱如果就是为了天命道统的成就。也必须真正爱上，有法度体会到自性本具的这个意见。所以伫研究当中，咱就当去了解了六祖得到了神秀因所写的这个题目呢，这对时代的而下当呢，看解得到因所体悟的这个心境甲意义。所以神秀所做了后，才有做甲讲。出题目呢，也可以变成只是一个话题。那你六祖呢，为伊的感受呢，而从了神秀这首诗，伫有上有形的过程当中，而进入到无上的这个本体，所以得了五祖的生活，所以也真正呢，去继承着了第六代祖师道统天命的这个成就。所以呢，伫这当中呢，咱就会当去由这个一段较实
咱知影讲，着梁敬文刀甲火体，也就是除了六祖的时阵，惠宁大师的时阵开始。因为迄阵呢，虽是六祖得道，可是因为惠宁大师伫迄阵得道呢，伊并无出家，咱大家拢知。所以真正是伊着一个私人，真正得到了五祖的心法，以及伊的身份先为第六代祖师。所以较开始是会当去，互咱去追溯到去1000多年前呢，会当开始都有本有显的时阵。所以呢，为之本甲显，当然伫迄个当中呢，伫遐一点刀甲火体，是六祖得道。所以呢，文为之了，真正咱过去所讲的道，而讲修就是这一般的这个教法。所以这一段呢，当然呢，学校呢因为用安尼可能咱大家本这头前这段较白话啦咱看大家较了解只是从这个意义互咱大家做一个检查。搁过来第二段呢，平常来到六祖的这个想法呢，当然呢，咱拢甲看着这个本六祖伫门口一个甲放十秒的黄金伫遐，甚至呢，连抢业都要加的时阵，那以咱来讲吼，咱业都要甲你看，差不多9走都走袂去啊，无人想六祖讲无阿妈过身跟在无你困啊，所定亲戚就是讲阿妈过身跟在无要大。但是呢，你知影吼，迄个平常扛三家，六祖无受胜，有啥物？若要甲讲六祖有神通，对无？六祖有神通无？若要甲讲这个有两种看法。六祖确实有神通，搁另外一项，因为六祖有神通而不定受平常甲限制。为什么会安尼？因为六祖凭着了前因甲后果，六祖了解前因甲后果，所以才讲殊心通而依其事。因为六祖凭着了前因甲后果，所以不仅受着了平常，搁再做了恶业。因为伊若开始做事，完全见效，咱各大家拢想着叫做完全见效，因果代表大家唔知。因为这个祖师关系着了以后千万万人的啥生死分。所以呢，六祖凭着了这个前因，所以不仅是平常的，搁再做了这个恶因，所以也借着了这个机缘。若要甲讲显较小可的神通，无到迄个讲得到去阿妈讲不袂落，咱家己来做不嘛就较正嘛连落。对无？所以这是六祖伊为了显这个神通，借着了这个因缘，不仅是平常，搁再做了恶因，所以因此呢，伫这个取善的过程当中，造就了师徒之缘，做了师徒之缘。所以呢，借着了这个机缘呢，而下当呢来日相修的这个机会。因为咱拢知影，假使六祖若是平常甲取善成功，咱拢知六祖是一个功果圆满的圣教。那安尼平常搁所做的恶业，那安尼冤冤相报，六祖何时要来平常做？对吧？因为六祖是功果圆满人，伊毋免搁再来转世，毋免搁再颠轮生死啊，所以伊袂当搁来受这个果报啊。所以有在这当中呢，伊甲招了这个神通，而使平常有法度人甲加害。所以在这当中呢，咱当中有一句话讲，六祖所讲正调不邪，邪调不正，只顾因经，不顾因缘。欠伊的真财尔，无欠伊的性命。所以这当中呢，咱就当去了解了这第二段的这个理念。搁过来呢，重点拄要伫即摆后壁的所讲者，因为呢，平常取善六祖都是了后，所以呢，六祖叫伊要紧走，就是天才后壁有紧刻的要紧走，若要甲我去走了，咱就输走落去呢，对无？所以呢，因为六祖强调六祖身边的众徒弟、众信徒。
加海了营销，所以才对钱来去了建造。哦，这后壁面有甲咱写，所以才讲你可谈这地平时代，我当时也是，所以营商伫咱离开合作了后呢，到甲伊的成熟了后，就是去出价。所以讲营商编辑小队后头前出价附加真正，所以伊伫迄个当中去出价了后，真正非常的真正。啊，为什么太真正？因为呢，伊是六组的教师了后，受着了六组以着报还，迄种的心，以及日日都是伫咧盼望要去到六组的身边。真正来求伊下水，所以呢，伊出价了后呢，有足真正。那伊当然，因种伊出价了后，既然伊就真正的真正呢，当然经济方面，会做嘢，以及了收视的方面，用咧讲不容易的。因此呢，伊看了这个环境，咱拢知影，看了这个环境。袂当明确了上与无上的这个意义，所以这个上与无上这一段，就是伫大发这个环境第13章3篇内面。所以这个上与无上的意义，所以今日伊出价了后，而来到作业，而对着了环境无了解，来清晰了做安怎真正当去开悟了不所讲上与无上。这个定义，所以重点我就是在，我伫上与无上，这个阶段。那当然呢，而且呢，六种无上者的生命，有上者这一切是都主观分的生命。那你六种开始安尼了后，当然，这个字天呢，心有所异的，因为经文所讲的不随上是不善。无常是一切善恶诸法的分别心，为何六祖所讲的、三不所讲的、三经文所讲的对法无共款？不随常，六祖讲无常；不随不常，六祖讲常。有时啊若真正咱若要小把比较看出时啊，若可以，莫讲智慧、义学，当然咱本身就产生。不明明经典讲上，为什么六祖讲无上？所以这点呢，就给咱大家来做一个探讨。那这个我讲是重点。由此呢，咱会当去了解讲，上与无上，这是大家环境足深奥的这个意义。因为呢，这一段咱过去拢时常听真正来咱开始，讲经不离善，说法不离身。如果真正咱若有深入伫咱生性当中的体悟，有时啊，而且马上记得些少，做是着啥文字的障碍，文字的障碍，就是经典的障碍。那当然，而且呢，因为六祖的先生，六祖的这个祖师的这个含义呢，毋是咱一般凡夫俗子会当去甲解说。会当去甲深入，而来甲研讨，互咱的只是依着个人的感受，甲咱大家做一个检讨。当然，伫道理方面，早头过去我就讲，道理无对甲有对，无好甲有歹，只是合清当清，合清当清。毋过难免一定咱有一个概念，祖师先生。确定这个经历，毋是咱凡夫俗子会当去甲真正去甲解释，会当去甲形容的。所以呢，咱依着了我个人的感受，甲咱做一个报告。为何佢所讲的上，六祖才讲无上？
名之上，这字上呢，就是真相。所谓之真相，叫做常而不变。所谓之常而不变，就是看事，敢无什款的特殊的所在。毋过，伊无受到时间甲空间的变化变迁。而有所改变，所以无受到时间的变化，无受到空间的变迁，而有所改变，才谓之真相。所以这是阮所讲的相。咱伫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会当去了解了，因为时间过往以来，去就无得在；空间会因为一切的变化变迁而有所改变，所以有了经验，有了成立，有了道证，这一切的变化甲变迁。所以呢，这也就是咱一般所讲的相。六祖则大有相，所以伫这当中，咱会记了，六祖所讲的无相，我所讲的相，这个相啊，非常非常有相。所以咱大家的相，是无受着时间甲空间的变化变迁，而有所增减、有所动静、有所成立，自性不成名为。所以咱毋知讲人死过身是啥，这个身躯离开了，佛性，迄个本性原来在存在。所以佛性，咱的本性无，所以所讲的相叫做是咧讲佛性，就是咧讲佛性。所以呢，伫这当中呢，六祖讲无相，为什么咱会加一个无相？因为六祖知影我所讲伫经典上的这个意义，伊所讲的相，就是真相之道。六祖了解我所讲的真相之道，因为这个真相之道，伊会当真相应运。什么叫做真相应运？咱拄则所讲，真相是无受到这个变化，所以会成。伫咱的身躯当中，无论是咱的言行、举止、行住坐卧，一切生活起居如何的方便，这叫做变化。伫咱的身躯当中，会成变化不变。咱是啥物咧变？是咱这个肉体咧变。流出时间，看到大汉中来老，这个生老病死，这叫做变化。所以自性伫咱的身躯，来应用伫咱平住坐卧一切生活起居，毋过到咱8年了后，有成存在，就是无重，是这个身躯变变为，所以这就是真相应运。我就安尼比喻，咱大家可能听较。当然，伫咱的佛性当，咱的佛性当，咱的佛性应用在了天地万千万物万法万有的过程中，皆是如此，拢是安尼。所以我以身躯来讲，比较咱大家体会较。所以六祖知影讲，我所讲的相是真相之道，而一定爱在这个环境苦海当中真相应运。六祖知影，所以才来加一个字，这个字叫做啥？叫做分配。
为什么老婆要加第二步的本体？因为呢，若无呢，若做所讲的，佢所讲的上，都要先有记忆，咱听下一字对，一字是上字，会当落空。为什么会落空？因为你那拢袂变，但是咧伫我身躯，随着我出世到中代，由囡仔，由出世囡仔、老人到过身，他会有咧变，但是伊毋知影讲变是即个基因内面咧有变，所以叫做红，叫做本体的实相，为了要后代的众生去加以了解，无，即个无写。不所讲，不无写，所以伊才来加到即个本体的即个空相，变成啥？变成真假会当来，因为你有写出来就是文字，那因为若无写，伊要将众生就是完空，所以要加进做为啥？做为了咱佛性的代表，所以要有基础上。所以咱讲起来，即个本体的实相是常字不变。以会当真常定分，所以呢，佛参纳所讲常与无常，不无之他。是因为咱兄弟姊妹咱众生会当去来下到迄种含义。为什么会安尼？所以这爱讲一个过程，咱拢知影。佛之所以咧度化众生，佛为什么咧度化咱兄弟姊妹咧度化咱啥？毋是咧度化讲咱着后日咱直接来去西方世界，毋是，是咧度化咱众生两人之意。咱拢知影，当时世尊有道咧开放了，在大地众生该救夫人去上。二呢，若做地方顶内面来讲，普天福神世人贵自救治，后壁单用伊，咱预备一位。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阮咧度化众生，就是咧度咱兄弟姊妹，度化咱众生，咱的即个执着啊妄想尔。去度化众生，就是咧度众生即两方面。因为呢，这两项所衍生出来，咱的执着是因为阮的心所造的。咱的妄想，就是因为咱的这个妄心所生，咱的这个妄心所生发。咱若是分别心嘛是心，妄想心嘛是心，所以就离了心的作用，它就是有善有恶，有好有歹。所以在这当中呢，咱会当记得到，佛度化众生是咧度化执着甲妄想，但是佛拿佛度是种菩萨度是三生之人，所谓二生就是天觉声闻，所以佛伫咧度化天觉声闻二生人，伊是咧度啥？因为天觉声闻因所你念就是你念啥？你念就了这个。福建，什么叫做福建？所谓之福建叫做法执甲地界，法执就亲像做字帖即摆共款，看了环境做咧打的，迄叫做法执。有时啊，咱甲想者，咱有时啊嘛法执，因为咱修行啊都是求道以来。咱拢会想讲啥？求道，拄则咱信徒叫讲的，有时啊呢，咱拢会去一地讲，我求道啊，修行道，我后来要超世去讨论，我要倒来西方叫世界，要来求经进步，迄个观念理念即条条的，迄叫做啥子？六祖讲的迄个话，迄袂使想的，袂使即条条。所以呢，迄叫做法执。爱的理解，咱兄弟姊妹照心的理解。为什么伫经典上才讲开佛的理解，甲开众生的理解？那说什么叫做众生的理解？众生的理解，简单讲，我看有的叫做有，我看水的叫做好，我看歹叫做歹，迄叫做理解。
咱迄个意见包含作者、包含思维、包含看法、包含见解，迄种叫做意见。二三四零嘛，安尼。那因为二三四零参重心无共个所在是因为啥？因为伊我到咱这伊家己的歹个习性行为，而真正会当专心受持，落伫了啥？落伫了空相。所以呢，二三四零的发现是落伫空相。无法比较呢，咱大家做一个沟通者。因为到咱的表现这后边是，这一十小到不小，到后边迄十，这两点真正哦，足深个，有时啊哦，莫讲咱听听，就无法在学头路呢。啊，所以呢，伫这当中呢，咱来去了解讲，佛为众生说法，佛为修道士说法，是对咧讲，是对分体上咧讲。众生说法，佛为修道士说法，是啥？是道理本体上来讲，所以呢，本体上叫做咱我讲叫做实相，所以实相叫做啥？叫做无相。所以无相本只用了理想，英文叫做中文。所以理想代表啥？代表宇宙的真理，代表天地。代表咱人自性当中的不是，一包包较多，就如同啥？如同就道两字。咱拢从世尊释迦牟尼佛叫做啥？叫做道。为什么它叫做佛？佛就是梵天嘛，咱拢知影佛就是梵天。佛是梵天。那为什么梵天就是印度话？为什么无翻做咱中文？因为这项太深，若用勉强用咱中文交翻，怎啊叫做地觉台？叫做地觉台。那迄个地就叫做地云，甲叫做刚好。所以你不讲，就是有了本体甲有作用。或者本体叫做啥？叫做地。地云叫做地，产生作用叫做云。那一般有人会来讲，或者该说的是甲，甲叫做啥？甲叫做体，无叫做用。所以在这当中呢，咱会当见讲，不是为众生为自性的说是依着了本体上在讲。为什么呢？因为咧顺听弟姊妹由自性当中，自性叫做本体嘛。由自性当中产生了地位，那有了地位的修学的过程，才会啥？才会刚好。所以为什么咱弟姊妹这年代嘅为什么时常在失班？为什么爱尽力甲咱教育？就是咧树互咱正大地位，而在修学的过程当中，而会晓咧去体会，晓咧体会。所以呢，这是分度化众生二三千年的这个说法。所以因为真正的不相，真正的真理，真正这个实相，因是根据会当去写出来，不是用任何物件勉强会当去甲做一个比喻的，迄种不足，迄种不足。所以在一句来讲啥，言语多端。所以主题会经常再来讲，迄个本体上叫做无相，因此有才讲实相无相无不相。所以会经常又再来讲实相无相。不讲无不相，要讲有天地万物皆是宇宙真理所化，都会发生，都会所化，所以这叫不相。要讲无，
大家拢有看，要讲有，后边咱规律，所以毋则讲凡所有上该是基础，时间的长短是基，科学的大小的。所以因此呢，咱会当记得到，因为众生执着伫了不成无常。本性就是无形无常，看袂得，摸袂得，对无？所以众生执着了不成无常，所以因此呢，自古以来呢，咱拢知影讲不成无常，执着伫遐，毋知影咱讲用不常，因为咱的不成，二代定了一切天下万物，所以咱过去咧求道这个，再来咧讲啥，咱修行法则爱啥？以良心，这咱就出点天理，爱对良心。对良心就是以不是对嘛？伊咱就不是对嘛？毋再叫做变用良心做事。啊，有变啊？用良心做事，用良心做事是有规咧讲的，啊，毋知什么？理论上显露出来。所以咱来讲，是为讲，咱大人、救人、先传人，无入离了任何方向，无入了任何代价，无入了任何。因所有，迄叫做啥？迄叫做不常定律，啊，就是我所讲真常定律。所以若安尼，咱就真正是修行啊，伫人生的过程当中，咱就脱离了顽固的相，无脱离顽固。啊，若讲啊，不成无常，后面咱这变了后，咱这就要倒来遐，要倒来过，不是要倒来过。啊，大家说得唔错，就第一天大家咧见他，就想要倒来倒。啊？即摆我讲咧，大家来，大家要倒来时候啦，对吧？就想要倒来倒。要倒来时候就世界，听问谁负责？谁负责？所以我跟你来讲，心就是坤，啊，坤就是心。所以咱心内所想的，后面咧过来西方就世界，迄就是一个想。伫咱求道、修道这段过程，咱拢需要这个想。可是到咱开悟了后，这个想爱过掉。毋是我讲的，我是人做讲的。因为一项叫做执着分别心，所以伫第一品开，伫第一个时阵，老早就来讲啦。伊讲东方人做罪做业，两会放心，对啊，西方嘛，毋再来咱讲，啊，西方人做罪做业，啊，两会要放心两讲。哇，你若像有一点。所以老祖所讲的，真正意义就来咱道大家拢知啊，东方人若做罪做业，两不要放心西方啊；啊，若西方人做罪做业，两不要放心就讲。我刚刚讲哦，两不放心难讲，对定有些事。啊，虽然大家拢是不能放心的真实啊，啊，人咧在为什么伫西方唔要走到遮？咱就是因为做罪做业啊。所以大家才是定有些事啊。啊，若较好就是啥，想法之内啊，要来搭帮做歌啊，要来完成做事业、师尊师傅的300多大师啊。所以这当中，咱就当去了解讲，因为逐做恐惊，咱兄弟姊妹落离了顽固之上，所以才上了迄个上这个价值，不所讲的上这个价值无上，迄个本体上不上。所以咱的本体是常而不变，所以这是咱做为了咧使互咱了解，所以才来加强无字。所以迄个咱头前所讲，咱大家拢有读过啦。应不随当，应用随做，因为啥？智体不开悟，智体不了解，所以为了使了解，所
所以呢，迄嘛是办法，迄嘛叫办法。所以之前做市场，佢所讲的经文有所相应。人不讲上，人国讲无上。那安尼请问，六祖才讲过去伊听真宗，读对一版，变为解释，无一字不合经文。伊无讲两种，一种。啊，若讲两种就对啦。毋比像咱即个讲，咱即有时啊讲两种、三种、五种嘛。啊，祖师讲就一种，为什么？阮体一样。为什么？字所有讲落来，就是啥？就是本身。所有的这个事情，所以刚刚一切的佛法现象就是要讲查呢，前面咱无去体会过，吼。所以呢，六祖呢，才答应有为需要咱天门无一味了去考，无一了去方向，所以有了咱看迄个相，因此呢，才就安尼甲迄义务叫啥？叫做了。互咱来天门伫修办的过程当中，了解道理的时阵，伊会当真正去体会到迄个自性的本体。那当然，搁反倒转来，迄个叫做佛所讲的相，六祖讲无相。相反的，佛所讲的无相，六祖讲相，可能安尼咱相关。安尼相关吗？所以呢，当然呢，伫这当中，佛所讲的无相。所讲的无常，六祖呢为之有常。六祖所讲的常是有常咯，所以你看就讲啊，所以讲无常者有生命，有常者即一切是都分法分别生命。所以这当中呢，不所讲的无常，同六祖所讲的无常无同。为什么太无同？文字上不同。为什么文字上不同？因为呢，伊文字上不同，而在了体会过程当中，应用的过程当中嘛不同。这个是真实应用啊，这个是真实应用。我所讲的无常者，叫做一切善恶诸法分别生命，这是经书上有啦。相的是一切善恶诸法分别生，所以六祖才讲起来叫做相有相。那你这个经文字所讲的这个无相，祖师甲讲有相的啥？因为呢，这个一切善恶诸法的分别心，这个分别心叫做啥？咱兄弟姊妹众生的心。咱兄弟姊妹的心，那你咱兄弟姊妹众生的心，会啥？因为会随着缘去变，随着定呢变。你看我刚才想啊，看咱的心会随着定产生变化的，对不对？黑啥？对，心随定而变，对吧？这边河啊，为什么在啥河啊？分别心。所以你看，你只会随着一切变甲定产生变化，所以叫啥？迄叫做分别心。叫做分别心，所以在这个分别心的当中呢，咱来去了解，因为咱的心，简单讲千变万化，千变万化。
所以我所讲的无常，就是讲，因为咱的一切善恶诸法的分别心，因为无法度让常而不变。咱拄则讲过，什么叫做常而不变？反正并且了一切的万物，只无产生了分别变化。所以你不所讲的一切诸善恶诸法分别心，因为无法度让常而不变。为什么？因为咱的有境生心，咱的有缘生心，咱的有缘而变，有境随变，所以无法度让真常不变。所以因此呢，佢才讲有质无常。所以老师在讲啥？叫做有常。所以要打字。甲拄仔是常，佢所讲的常，那做在个打字无。所以这个无变呢，叫做分配。那这个分呢，这个是这个，叫做一切善恶诸法分别。这个善恶分别，但是在讲啥？就是讲咱的一切业，咱的一切心，一切想，咱的心所变化。所以你看，你在讲到叫做妄想这种。这个叫做妄想这种，所以咱有了这种，有了妄想，所以咱才比较定论生死。咱自性才受方便，而无法度能做了自性这个范围。所以主呢，有甲无，为什么叫做分配？为什么叫做一切？形象，互我比着了六组，毋是六组，咱就去点两组，六组所讲的，无为天地之始，有为万物之母，来做一个印证。就作来讲，无为天地之始，有为万物之母。迄个无，咱方才拄则前面见到过，迄个无叫做宇宙的本体，迄个无也叫做虚空。所以伫天地二性之前呢，即个宇宙虚空本来就是清净无量，本来空无一物，所以这是虚空，这就是虚空。所以咱的自性有啥物规定有常，就是因为虚空。所以才有上古讲就讲，人的存在就是啥？一点气，一口气，一口气。所以这个就是虚空，就是天地二性之前有存在的这个本体。那这个有就是啥？有就是万物之母。那什么叫做万物？而且呢？互我比着四项来甲形容所有天地咱想去看到，万车，咱看有到；万物，咱看有到；万年，咱想会到；万法，咱的心嘛想会到。所以迄个叫做万物之母，包含了万千万物、万天万法。可能伊个当中晓得对，可能不当。咱比如看较好，啊，到时怎样，迄个看。所以迄个是啥？迄有之有，迄拢有之有。所以咱的心会随着咱这个心会随着天产生变化。所以因此呢，咱来去了解，因为这个万车为心态，叫做我甲你讲无常。因为这个万车嘛是以诸法善恶分别心来的，因为伊无法度常而不变，所以这个万车会随着哪？随着气候，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咱30年前看，我做个比如30年前看高雄，人仔爬个看冰山。30年后买看冰山共款无？可能袂共款啦，因为啥？万车，
随着了时间的变化，10年前、50年前、差50年后有小啥无？一定会较细条，山就变一块，也会使变化。时间的变化是变化，咱人的心嘛同款呢。我看到这小姐足水，毋过30年前看小姐足水，30年看，当时小姐足水，毋是啊，我啥？对无？咱的心嘛随着时间看着天上的变化，所以这个晚餐，咱的这个晚餐，伊无法度人想伊不对，伊袂变慢慢办呢，所以在变上叫做优秀。那晚饭呢？赶快嘛！迄小妹妹进囡仔尔，20年后，敢会看着囡仔？伊的身躯嘛是变，嘛是物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咱看的万物嘛差不多，春夏夏冬秋冬冬，嘛这个万物嘛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伊袂当想不变。那晚年会随变而变化，咱人的心不一样，咱人的心啊，伊有着感觉环境、生活环境会变化的。咱人的心啊，随着生活环境、甲工作环境袂变化，会对了。毋过敢有可能？可能今仔日来上班，头家赚2000，明仔载来上班才1500，心内就欢喜啊。今仔日这位来上班，明明的我薪水3万，毋过后补我煞变成讲安尼顶期摆来，咱再存起来赔了，心里来好个。所以啊，这个晚变，所以心有变有变是变化。那这个晚法呢？咱人所想的，会随着咱个人的心态、所想的方法不同，而产生变化。刚变，所以这个晚法不晚年晚法，会随着时间、空间，随着咱人的心，甲着了时间、空间的变化，一切拢会变化，会袂？较大声我紧啊！即大家咧合袂听我咧合，会变化。所以就讲，一切善恶诸法都的心。是啥？优秀。伊现在应对这法，现在应对啥？对这法不即不。所谓这个应就是这反相反不反人反法的上因缘。那就是咱人的身躯，这个无这个叫做主线分配，不是。这个无我讲，这个有就是啥？就是咱人的身躯一切的。肉体的变化，肉体的变化，那一旦人来讲就是安尼。所以呢，这个会错误的地，这个会对的地。所以呢，咱兄弟姊妹唔对错误，是因为咱的偏见、咱的意见、咱的一切拢偏差，所以在我们这里叫做众生的意见。所以人去看讲咱人叫做啥？讲一个较无细腻，讲咱人我是自私的。为什么太自私？为了我这个，为了这个我，咱莫搞政治，但是咱把这个偏差去看法了，选举了后所产生的这个问题，造成这个问题啥？所以呢，这就是咱众生的悲剧。因此呢，人作者讲优秀，因为有了这个一切的万车万物万言万法，随着了环境的变化，随着了时间的变迁，而无法度人保持甲常而不变。所以呢，佛才讲的是优秀。为什么太安尼？现在拢知影，
咱人的自性本来就不足，不生不灭，本来就清净不动摇，是因为寄伫这个肉体上，寄伫这个身躯，所以咱的灵魂，咱的意志嘛随着了行住坐卧，这个动态随着咱心的作用，产生了一切变化。所以咱的心会随着啥？随着万象变化而着想。咱人的心看到万象变化会着想，咱人的心会随着了万物的变化而来变。咱人的心会随着万物的变化产生了妄想。咱人的心会随着了万物的变异而来执着。所以咱唔只係只眾生嘅一個生死，而且所以因此呢，心隨着一切變化，即個成佛之法而改變，無法度啦。因為咱的心隨着這個變化變異，而無法度常而不變，所以因此咱才無法度喺咱的自性當中生發出智慧。所以咱咧講心已經所遷，無法度產生自性這樣的智慧。那無法度產生自性這樣的智慧，就變成啥？變成無法度啦。以一句話來講，變成啥呢？無法度啦，依不變，變嘛變。咱人的心無法度依不變的心來變嘛變，變嘛不會變。所以這心裡就有變遷。所以這是人所講的有相。因此，阮才講一句講，諸法無相。為什麼講諸法無相？因為呢，咱攏知無物該有自性。凡是內底當會造的物件，攏該有自性。那既有自性的啥，就一定愛忠信着了生死，秉承着了生死。為什麼要秉承生死？因為咱無法度守住咱的佛性，無法度人真正依不變變萬變，無法度人真常定穩，無法度人常而不變。因為輸哪來？咱攏袂曉去變。毋不輸哪去，咱攏就留心哩。但是咱不无啊，咱輸來這個，輸去就不對。所以有那邊啊，空大。所以若空大，唔再叫做無間。若無空大，叫做應間。就親像迄雞仔水咧流。其他最難拿來到這凍掉，叫啥？叫做陰間。若無一直流，叫做空得無間。所以因此呢，咱愛隨着咱的心，毋通隨着了一切環境的變化，毋通隨着時間空間的變異，而產生了種種的變化。因此呢，若安尼咱就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咱的本性自然嘛，不在回歸本来。所以即摆来讲，后日咱到年头要怎啊回歸本来？先毋通啥？後日到年頭，我要在西方叫做世界，唔好。西方是心理，唔是到年頭講。所以回歸本來是這個原因。所以經觀的這個含義，就是在咱心的變化。心的變化，字唔是在於文字上，咱來以文解義。那以文解義就親像拄則所講，上與無上。不所講的上與無上，若所講無上甲有上，那安尼伫文字上二變，有時啊咱就可以。所以再講，這個才毋通就伫文字解，因為咧文字上要互咱變，而不可入入了文字上，就是這個原因。所以因為這個時間上的關係啊。
较无常的做一款互我个人的感受，甲咱做一个报告。当然呢，含义上就是即个上较无常的即个过程。所以呢，讲了后呢，当然呢，平常不年代呢，伊即有遮伫咧讲，因信不相信，不说就相信，不提防便者，求存第十日，我今不是讲是之现前，非事上修理，我亦无所得。所以因出伫咧过程呢，虽然平常就所得是啥？是师傅来做去甲开始，离顺利心离开哦，但是伊实上无。所以所有一切办法，心不随便转的时阵，因主唔再讲一句话，伫头前咱逐个拢发表一句。那有一块肯定，就落伫遮。那依法肯定就是优秀，落有法肯定才就是优秀。所以咱要来西方表世界嘛优秀。因为咱必然就有法啊，必然就是上啊，就优秀。所以呢，这是以将呢因为当年呢，过去我就只能特别强调是将颠倒，互我安全的理解。所长的经典有时啊呢，唔讲。做事的时声起来，有时啊，咱理解安肯定。要讲有时啊，咱想无好听，有影经典本来就无好听，就是因为无好听、无好做、无好心，才必须爱听、爱做、爱心。若唔咱通关上做事实，咱常大家相信拢同款，不同相信有共无？本性相像，心思相不同。当时咱本性相像啊，修持相无共，作用相无共，所以其实哪一个问题，根本独手是相像，是因为心无共，作用无共。所以哪当本性相像，作用相像，分是分，众生嘛是分。若是本性相像，作用无共。分是分，众生是众生。那因为时间相关的，我咱报告到遮，最后呢，做咱特别身体健康，大家注意。当然呢，有遮我咱上课吼，咱因为10日要点到，伫今仔日这个班结束了后，咱后一礼拜天困，后一礼拜请8天困。就是讲，伫明仔日开始，要咱大家前面来点，要应用心、尽心去方清道行，11点到。所以呢，包含所有班拢总停困，拢总停困。那因为咱前面停困，对迄个15号就停困啊，毋好就停一礼拜，咱连续停几个礼拜困啊。所以呢，咱前面停困，伫明仔日开始停困。到12点以前，所有的班主都停困，要互咱大家放心，要天气大啦。咱今日这边有啥物代志？哦，4月7日毋是迄个联谊会，哦，咱联谊会无停困啦吼，所有的班主拢到12点停困。就这间班是所有的停困，我是讲咱爱上单位的班的，爱上单位的班停困。中心的班无停，大中心的班无停困，前的咱迄个联谊会无停困，所以所有班拢停困。那当然呢，停是要互咱困啊，停就是要互咱行较远的路，迄个地方佚佗啦。若是时间上会使的，互咱呢来调查咱各位先生老定的来高雄，车无老定的来高雄，因为高雄要停困，咱重要。